武功高又有咩用？英雄亦都係血肉之軀，只要你俾嗰班偽君子真小人控制咗你嘅親人，你咪又係任人擺布嘅工具。葵花寶典聽講係記載葵花般衣大白，民間有一種傳說，武林中有人能隔空取物，穿牆遁壁，雙眼可以觀人內臟，千里發功，有殺氣。奪命寒冰，開花座啦！呢次公公叫我同人攞翻本書，叫做《葵花寶典》。《葵花寶典》係一本咩書嚟？係本手卷，裏邊寫嘅只係教人栽花種草嘅園藝技術。會當啊凌高峰，獨攬啊群山小啊，狂風掃落葉，觸樹花更嬌。路劍啊震蒼穹，雷大雨點小啊，蜀中啊無大將，回身啊過一招。師兄，水好凍啊！唉，你冇着衫噶？邊有人着衫沖涼噶？快啲幫我攞件衫過嚟啦！你咁大個人，咩都人幫嘅，自己沖涼都唔等定衫喺處嘅。攞件衫咁多嘢講，你唔攞我邊個衫着喎？着一日你沖涼幫我攞翻啦，快啲啦，好凍啊！唉，都唔係啦，幫你攞得一次啊，次次都奉旨噶啦。仲話做兄弟添。師兄啊，師傅要將師妹嫁俾林明之啊！你快啲幫手諗個辦法啦！啊，你呢個男人婆都嫁得出啊？邊個咁唔好彩啊？我都唔識佢嘅，如果要我嫁，寧願嫁俾你啦。唉，我不嬲都當你係兄弟嘅，未當過你係女人。怎麼從來沒有見過？從哪裏來的？你個妖女不知羞恥！還子哥，搭我住咯！留低令狐沖，仲走！師傅。